行政院通過116年軍公教員工待遇提升的方案，除了2027年通案調薪4%以外，今年7月開始，專業加級也有主管職務加級嘛，攏增加2000塊。行政院當時嘛呼籲這民間企業做伙來加薪，也若勞工團體是表示講，因是正認同調整這軍公教待遇，不過若準備真正來帶動民間的勞工加薪水，安尼政府就愛推動勞資協商、薪水透明化，也有修法來降低工會成立上低人數。行政院通過116年軍公教員工待遇提升方案，除了2027年通案調薪4%，今年7月1日開始，專業加級、主管職務加級嘛攏加2000塊。行政院表示，希望提升公部門留人才、招人才競爭力。行政院嘛呼籲民間企業買當做伙提高勞工的薪水。院長呢也再度呼籲民間企業也能夠帶頭來加薪，共同來穩固勞資關係，鼓勵優秀優良的勞工，提升產業生產服務的各項效率。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在5月29公布上新的 GDP 預測。過來受到 AI 甲科技需求的帶動，今年規年的經濟成長率調整到9.64%，是16年來上懸。行政院認為政府帶頭調整軍公教的待遇，希望帶動民間企業做伙加薪，形成薪資成長正面的循環。不過勞團認為，若要真正帶動民間勞工攏加薪水，政府嘛就推動勞資協商、薪資透明化，甲修法降低工會成立的人數，勞工才有團結權，透過工會和資方協商。咱的企業內底勞工可能30人以下，這部分咱可能要透過這個修法，會使讓工會會使高門檻，這個門檻來變較低，安尼勞工才有法度透過這個工會來做勞資協商。勞工團體嘛表示，因認同政府調整軍公教的薪水，不過嘛認為政府應該建立更加制度化的調薪機制，唔通因為選舉要到啊才調整待遇。記者郭金陽、志剛台北報道。